笑有理，笑到万里。好啦，快到后头歇歇去吧。来，徒儿们送进上空。小僧潘别僧有一事法，来到金陵城怕银国，团来过目，不想遇见仙姑曾妙他，花有月貌，好生娇生思意。
山素颜，乃是完美的成就。带我进去与他交谈。我得找个理由。对了，天气。门外何人？是我。你是哪个？潘别者。天色已晚，你来做甚？先生来了，我是学生孩儿。委屈你了，先生的耳朵。不，潘先生，请坐。方才听仙姑的气色，分明是在思念。不知仙姑思念何成呐？这胸中亏来，何不一吐为快？苗长不幸，身逢乱世，与家人离散。我实在思念家人了。关问先生来龙去脉。仙姑，常年堂对自古的心之中，丰年事，何等思路，莫非也在此谈苦斗？刚才听仙姑弹琴，此曲名为《光环玉》，正是出家人所弹之曲，可惜呀，长啸孤乐，难以排遣。幻相公言中了，出家人是道解梦。仙姑，仙姑，仙姑，哎呀，仙姑，出家人背着抄写经卷，相貌要紧，不幸得很啊。当根生的泪水，全都是
可当真原谅我吧？哎呀，原谅我吧！小生告辞。潘相公，潘相公，三子啊，要下雨了。天寒路啊，你要小心了。仙姑，你看好他的意忘记了与我心话。这位小道姑是个鸭子。哎，来吧，这娃很气势。哎，这是我家老爷来自云湾的丫鬟。我来是想客来了。你是何人？把英国观众看不成，只想留意。老人家，我的乃紫禁城。哦，据闻英国名声不来尊呀。请。好一座优雅的官员也。徒儿们前来见礼。还礼。
鸡书啊！哎，这倒是新鲜的事儿。宋金之于琴棋书画，乃寻常之事。我们老爷围棋下得好，关内可有围棋高手，才来也到下下围棋。这景色美妙很哦，他可是我们关内的围棋高手啊！不妨引来一见。好好，苗长，苗长，惊鸿乍现神情情面，关内苍天星，汉庄苏公好姑娘，把几分腰藏平平。这就是会弹琴、会下棋的藤苗长。师祖在上，好古城苗长有礼。万里，苗长，你留在此地备看，我就失备了。实在听新姑的景色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哎不，话讲了，可是新姑何方神师？想到那徽州神师，徽州一带纷纷托人呐。关问先生来历。另外正是藏于病我大请教。我们老爷姓王，围棋下得好，可给也到下下围棋。原来是王相公小到奉陪。先生，你是这把还是这行？新姑这行心意，公瑾不是聪明。看你的出去，蛮有气度，不知何人所教？琴棋书画乃是家传。你这是明学谈到官渡陈仓，仙姑果然聪慧，不知你是何应对？这也何难？那堂最英强，根据官僚，我这里扫黄，他那里单挑。
公孙高才，待我父死一岁，赠与仙姑，请讲。修去色西施真是意，想你到三国四国最怕你，小对妹儿红颜儿团云行，一团云行。清净当中不眷恋金玉钏，眼泪藏下历尽小人心。风随云荡随时快，一路烟，花野草满眼天。莫狂言，莫狂言。仙姑果真是个聪明的才女，不过你千万不要误会月生的好意。光阴一次等于老，终于忘记比天老。何奈思心中情，风来袖底乱风惊。关先生做事下去毫不斯文，想不到竟说这4次话语。哦，先生，换天色已晚，你们晚上早些下山吧。老爷，天色已晚，在这紫金山上晚与野狼出没，我们晚时只在这里吧。好好。雅姑你要好好安等。哎，开过房间。你可知道我们老爷的身份？什么要往好一些？谁女儿问嘛？什么时间门房？怎么是拍门板？老爷，这里只有一块门板，你我两个人怎么能睡啊？将就些睡嘛。鸟草妙得很呐、这苗长，我记得你。
花云观来了一位神秘公子，他落落大方，也表神采。相公晓得他与陈苗长一同下棋，哈哈，立刻就生病了。相公，要不要我去把陈苗长叫来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相公只要听见陈苗长弹琴，你就神魂颠倒，你是当犯了臭蛋子，得了相思病。苗长，快走呀！相公，相公，陈苗长他来了。相公，你的病嘛，想必是因多虑而起。苗长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来开一个药方。
一方，你且听来。烈性也当，不可切磋。哎呀，妙堂啊，这是什么一方啊？姑姑，不要忘了我的兵马，岂可去。哈？啊，这是什么一方啊？怎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啊？师傅，幻想过万事实现，我们万事走吧。庙上说得对，这儿啊，听姑姑的话，好好歇歇啊，我们走了。哎呦。相公，你的病啊，遭难疾风，肩头相思，连心的当不可切磋。那既问肩头相思，连心的当不可切磋。相公的病好了。
陪我洗过一多人，好生娇人羡慕有。就是我，真是烈火难尽。是我的生父之宝，娶了我，你不玩，我就告你推什么？推死！哎呀，潘相公，潘相公，你
才儿的喜事，与姑姑
使将领，小孩即刻去进城观考。这还算什么喜事？那躺在高中岂不是一喜？姑姑，在明天恢复不去，况且文章不高，且待下一课吧。哎呀，倘若耽误了亲爷去世，万须等上一年。姑姑，须得迷恋此地，虽然应章，即刻去走。哎呦！呀！青山姑姑变了一副面孔，莫非是陈国外邪不成？玉良，姑姑，分明是你耙儿当脚，那耙儿当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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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姑娘她当家，看家只有你一根白苗苗，可叹农父母早亡故，侄儿从小是我照料，日天为你去文中，狼天为你奉庙，自从为父出家后，天天为你把香烧，知道你是文章好来才能高，我怕是梦上想今要当功你读书，为的就是我上我。一旦登上龙头榜啊，祖宗抬起了阳光照，有时先到外卖用功，后来就不可能听训导，叫侬关公呀问，为啥常常要到高谷地方决定想到，像我这样三心两意的长进，读书哪能读得好？如今就是一领金，侬与我即刻进京去考。我去整理营帐。回来，不用你前去。警官，哎你去睡着。哦，完了。什么？我去拜别众家姑姐。不用你前去。亚国，你去把钟家姑姐唤到他店里来。
停，不要摆了，不要摆了，你呀，快去拜拜钟家姑姐吧。宋家姑娘，吩咐别拜。朝廷查得紧，遇到高云国。门房呢？门房在哪里？你不要张龙作样。今天我是奉命检查。哦，不知常才光临有什原因？朝廷有令，众多刁民混入安官寺院为非作歹。白云关有没有恶生少呢？启禀上才，白云关自管人员与那些混作的安官不同啊。我来问问你，郑庙长是何人啊？他是我的徒儿啦，不知上才为我特意要问此人。哼，他害得我们大人同我在一张文板上写了一夜。啊，有这样的事？哦，上才息怒，用老身好好的教训
教训他。他冒犯了金陵府。哎呀，三姑啊，三姑，三姑！请让奥登少年，你不但错难了讨贵，还得罪了官府里的人，自己生应该是我处置。师傅，恳请师傅放我晚上去吧。你不是耶，多少破戒
官所取了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哎，别动，不要动，动来动去，当心有走我那下身。不许动！陈苗长，你玩神人功吗？你不是那位小姐的我想看，他乃是金陵知府张玉福。原来那位小姐的相靠虽是金陵知府张玉虎。郑苗长啊，郑苗长，你这个少你尽管在这道观内做这种事，你跟我说。师傅，看来我只好去见见那位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苗对，小心，小心！今早正好报他一进之罪，知道吗？啊，慢，哦，把陈苗长先带到这里来，快去呀！陈苗长，进来。你的胆子不小啊！哎呀，大人不急，小人不疑。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你的听才不与分时，把我像文夫一样压来了。一个大姑在国内如此作为，本府怎能不管？你听我说。子开，你听老爷说，朝廷正在争斗寺庙，我听到兵工耳朵。对，你该当何才？你先下去吧。啊！不要我帮腔。老爷今早出毛病了，沈万人不在公堂，带进客厅。陈苗长，你啊，张大人，不是，我的不是，还是你的不是，你，哎呀，你犯了奸
夫妻联络花园，我舍得呐。大人，你怎么说话酸累累的？张大人，你是个大儒之人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你可以帮我了。我怎么帮啊？今天皇冠书已经引我完手了，你高抬贵手，不惧过去了吗？放你完手，岂不是把你公孙上及他人？这倒奇怪了，放我完手与张大人有关系呀？苗长，难道你要把我收留在这金陵府吗？对。哎呀，我是在你腹中生下孩子，张大人总算问声是口，将来你还说得清吗？那放你出去，帮潘家生下孩子，你再回到金陵府。如此说来，我可以先完手。上人而去，一人而归。先到出去再说。张大人，说定了。说定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早定可靠上榜，换变成金榜题名，中了状元。快让高走了，哎呀，自己好了。此去早了。老爷，换变成来了。神神之名永大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哪里？十王绝了当报国恩，身边的长文公乃朝廷栋梁之才。韩贵，此番国父一来拜见，还来请求他人成全万生与苗长的婚事。半生愿意当年忘了，曾受金陵府苦人，以求苗长万所赐生。万须你我之间好好商议商议，陈苗长万寿我不阻拦，这就好了。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常元公未必不知朝廷的规矩吧？什么规矩？常元公，朝廷的大义。大人，苗长万所支持。哎呀，关主有所不知啊！潘必正未能婚配，就叫陈苗长身外有孕，此事尚被朝廷知晓，常愿当不
就成了啊！哎呀，环老，我扶来的孩子，你要不要呀？哎呀，这是潘家的狗苗，怎能不要？那头上这的乌纱帽呢？这是潘家几时许来的，爷爷的要的啊！环老，你倒是说呀，要草原，我还是要我啊！一定要！原来是父送上，书生梦想长远来，有情于孩不下，了曾经知府大人，你看是好是好啊？好，我这副官来做的决断。慢，张大人，还是与我替你摘要吧。金陵府与我藤苗场完错，生下孩子教育潘家。谢知府大人。好缘故潘的什么？这官放心的好人。苗长你是我与我啊，其实家境好，人情不缺。真是三全其美，四喜临门呐！三全其美，四喜临门。对对对，可是我曾苗场完手之后，恰落得过深水困苦，这西头何来呀？苗长。为你弹奏有情，情不足，松山分兵狮子是情。我总在仰望你后，可不也？可是你头上这顶乌纱帽，似同也把父亲之牵了。看到你这副犹豫不决的样子，我好是什么？事情我好恨恨我完全外在这腹中的东西。王爷说，师傅，事情这潘家的更妙吧？我也不了了。苗长，苗长，苗长，苗长！
大家多么娱乐。我该怎么办？我也不晓得。还家的根苗已经落空了，这稻穗的长园绝不可对掉啊！这个长园，我不要了。你呀，见你吧。我因你罢了，人方闭目死魂。老爷，不要。